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买咖啡。我错了。赵总，你想喝什么？赵总，我错了。传闻中的剧组有哪些日常分区？化学。行了。可以，主持也很不错，快交给你。Rose， 你在干嘛？在兼职啊，不明显吗？不明显吗？给大家那个解释一下，就是你们理解的大结局，有些人看了那个朝鲜联盟，大家理解的大结局就是我们理解的大结局，讲规则。对，就大家理解就是我们演的呀。大家理解很多种，是我们演了很多种层次出来。没错。有些观众他会觉得那个就是韩大影帝并不是韩硕，然后只是拥有韩硕的部分记忆，就对于这个说法你怎么看？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？就是他不是他，然后要拥有他部分记忆这个事儿，他是吗？应该是吗？他是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也许是。是的吧？可能是吧。耶。我是觉得啊，我个人理解啊，我是觉得他是什么呢？因为，芊芊是他本身的一个灵魂传了过去，但是韩影帝呢，他本身在现实生活中他有一个灵魂了，然后所以这会儿他没有办法说直接韩硕直接穿到这个韩影帝身上，那韩影帝不是很可怜？那我去哪儿了？那我突然就被一个剧本中的人物给穿透了，所以编剧在这个中间做了一些过程，就是说韩影帝他也在这个世界上，韩硕他只是来了，为了他的芊芊来找他，所以是在一个车祸中，就是韩影帝说，哎，我为什么刚刚做了一场梦？我是韩影帝，但是我梦到的醒来还是很感动。你真的跳很快，我在给大家解释，很认真、很正经的个话题，我要给大家讲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理解的剧本人物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一半是韩影帝出了车祸，然后一半是韩硕穿了回来，为了找他芊芊，所以在病床那一场戏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两个灵魂，就是也不是说两个灵魂交错，而是他是韩影帝，但是有一个韩硕的一个记忆。赵老师说的对，好辛苦。摇过来。他剧完回来要赔，他上回去录了。等一下，还变色。我的，你跳不出好的。多一点。然后其他的。希望到时候防备这些。突然间有了点压力。你真的铁片。军人真太不容易了。第一个是可爱，第二个是撒娇。好难啊！我来，你来。那你要不要跟着他撒娇，然后你嫌弃的那种表情？我就猛男嫌弃。感觉咱俩痰都要出来了。两个牛。下一个生气，下一个霸气。屎壳郎起飞了。下一个比心。赵姐，我可以模仿你那个吗？你又要模仿那个，你模仿吧。不是这么比的，我。啊，那你教我。是这样。啊，对不起。你又没比对。那咋比？你教教我。是这意思吗？你是怎么比的？是这个。是的，算你对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送你一颗丹田。张嘴巴。那你创作一段番外的话，你觉得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？哦天，你干嘛呀？在笑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好好说话。
别给我这七了八愣的，给我整这些。什么叫做七愣八愣啊？虎不拉几的。虎是什么意思？虎就是帅呀，就夸你帅呀。那人家家够不够虎？人家家，我吐了！不要什么鬼？如果你们就有机会合作一部现代剧的话，给对方设想一下他们的角色设定。哦，那我绝对是上帝视角，我也要演回上帝视角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演上帝视角？爽啊！谁是上帝视角？你啊，原来。我吗？芊芊在剧本里不是上帝视角吗？但我穿的是个炮灰的角色，我炮灰。炮灰，听炮灰。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对，炮灰。好，现在后背又开始冒汗了。又冒汗了，自己给自己挖坑。阿婷，阿婷，再来一个。我先画主，好。走吧，刚好我也想兼职了。哎，你问一下。进来的是不是都买票？有没有逃票的？查一下。去查一下票去。我背着 LV 去查票。好，那就再接摆一个，这个牌。